民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阳春3月啊，桃红柳绿，然后草长莺飞。在人间最美的季节，我们呢相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因为这儿离西湖非常的近。等会儿大家讲座结束的话，可以去西湖边走走，我想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好的。那么首先呢，我要感谢粤剧之家平台，还有我们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主办的这个粤剧大讲堂，给大家戏迷朋友们呢开通这么一个跟演员就是互动一个近距离互动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呢也很荣幸是第1期的一个讲座的一个演员所以我要衷心的祝愿大讲堂呢是开张大吉，然后呢越办越红火。我呢是抛砖引玉，我相信后面还有很多名家老师精彩的这个讲座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我要说的一个开场白，也是我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感受啊。今天来现场的其实都是非常喜欢粤剧，就是有一些是粤剧的资深戏迷，可能还有一些也是刚刚就是比较喜欢粤剧的我看到青年人也比较多。大家都知道，说实话，粤剧艺术呢博大精深，在这下午1-2个小时呢，肯定是讲不完的。那么我就在想就是我自己一路走来对粤剧的一种经历，对粤剧的一种感悟一点粗浅的认识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是一个演员，不是学者，就是才疏学浅，有不当之处，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因为我始终相信，高手在民间。说不定在座的戏迷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前的戏迷朋友们，都是非常精通粤剧。这个因为我平时接触我也是知道的，不是我谦虚。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们就是怀着一种对粤剧的一种爱好，我们来聊聊我们的粤剧。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呢有3大剧种，一个是希腊戏剧，我大概跟大家简单的要介绍一下还有是印度的梵剧，另外就是我们中国戏曲。那么中国戏曲呢，它有300多个剧种，那粤剧呢被称为是我们国家的第2大剧种。至今有着112周年的历史。1906年的也是春天，在我们的嵊州发源，然后繁荣于上海，流传于世界。以舞龙软语为语音，融山歌小调成腔调，演才子佳人之情爱，展诗画审美之风格，被誉为戏曲中的美人，也被誉为最浪漫的一个剧种。因为大家都喜欢粤剧，我觉得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了解我这里因为我们粤剧到现在走过来112周年的历史，从就是田头的一种说唱艺术，成为我们国家的第2大剧种。这个过程说短也短，说长也长，就是
这112周年当中，都是前辈艺人通过不断的实践努力，保留了许多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剧目。你看大家都知道，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啊，大家也了解一下。有的可能喜欢粤剧，是因为一部剧，或者是因为一个演员，也有的大学生他是可能就是因为唱词，他说，粤剧的唱词非常美，就是喜欢上了粤剧。还有的因为服饰比较美啊，唱腔比较美啊，舞台比较美啊。总而言之，粤剧是一个唯美的一个艺术。那么我想问问看，大家在座的是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是怎么喜欢上粤剧的？有，没关系，我们大家反正今天就是一个分享的一个阿姨，你说说看，你是怎么喜欢上粤剧的？不能叫你阿姨了，因为阿姨没大小。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喜欢上粤剧的。等一下我再说我是怎么喜欢上粤剧的。我也说不好，我就是从几岁的时候跟我爸爸去看，看那个粤剧团在我们那个小山村演的，就是第一次去看的。那只有才几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演的什么戏知道吗？他那个时候那个粤剧团那个时候有一部戏是那个双玉蝉，还有那个是那个秦始皇的，那叫什么戏名忘记了。就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粤剧。大概7岁的时候去跟我爸爸一起去看的。那你比我还早。那就是一直到现在就一直很喜欢。7岁的时候烙下的印，等于粤剧已经流入你的身体，对，是吧？你是不是觉得越来越喜欢粤剧？就是现在就是反正就是很喜欢的。本来很小的时候自己也是很喜欢去学演戏的，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没办法。现在呢就是一直追星了。好，谢谢。一直追粤剧，对不对？好，谢谢你。还有朋友们，年轻一点的我老家是娘家是嵊州人啊。然后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操场上放第一首的时候是那个《醉雨》，然后就是《红楼梦》，然后那是真的好漂亮。然后平时呢，我们不是小山村里老师一天全部就是广播上全部就是放的是乐音缭绕，就是乐音，就听啊。那你就入迷了。对，很喜欢。因为后面就也没有，就是有读书啊，然后上学啊，然后再工作啦，然后一直就是就很喜欢。就是心里的一种情结，永远是在的。对。也特别喜欢你。谢谢。我看我也很喜欢，就特别喜欢。谢谢。其实呢，我和大家一样的，我呢是走上粤剧这条路，应该也是就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了。刚好那一年是我初中毕业，然后我是临安的嘛，临安县粤剧团招生，父母亲让我去考的，3000多个里面就是后来招了30多个。其实我原来的每个人都会有理想嘛，我原来的理想不是唱戏，不是演粤剧，我的理想是当翻译。我就觉得，哇，这个一口流利的英语啊，我就觉得太迷人了，太有魅力了。这个是我当初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自己嘛，性格比较内向，那个时候就看见生人吧，我会避，不像现在胆子练大了。粤剧是我改变了一些我自己的不足，或者是一些内向的一个性格，所以粤剧那一年我是考上了，
30多个里面的其中一个，那年才15虚岁，然后高中也考取的。其实按我的性格可能来说，可能我还是想读书的，我成绩还可以的，文科还可以的，然后爸爸妈妈就是因为户口嘛，可能年轻人不能理解啊，当时一个户口对于户口对于这个人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呀，你是居民户口，那就是感觉就是这辈子就可以有靠山了，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考取了就是进了联安越剧团。联安越剧团的话，那个时候是代培生，我们是有一个联安剧团专门有一个在泉口艺校泉口一个小山村，很封闭的，就是培训了2年，然后就是我是第一批进入随团学员，但是也就是说我还是这方面有一点天赋，在学校里的时候会让我唱唱歌啊什么的，我就是怕难为情，我很怕难为情的，就是胆子不够大的。那么考上了以后就是这样走上了这个越剧道路。当然那个时候的《红楼梦》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一个印象。当时放映《红楼梦》的时候，因为我是正宗的农村嘛，那到镇上去看还是有一点路的，有几十公里的路。就是看过《红楼梦》，哎，觉得非常的美。因为《红楼梦》那个时候，你想2毛钱的票价，它的收入是2亿多，真的是空前绝后，经典，太美了。在60、70年代来说，简直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这种美。包括现在去看《红楼梦》都是非常非常的美，所以就是把我也是带入了这个走上了越剧这条路。所以说这个越剧的一个魅力，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二。所以我觉得选择喜欢越剧，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时尚的，因为越剧确实美，它包括戏曲，包括音乐、舞蹈、美术然后杂技都包括在里面，是博大精深。确实，我觉得你们选择喜欢越剧是没有错的。好多人没有喜欢越剧，可能他不是很了解。现在的人工作也比较忙，那也比较浮躁吧，应该这么说啊。所以越剧是要静下心来，才能够慢慢的去欣赏。一旦你喜欢上以后，你就会着迷，你就会就是痴迷。这个是要有一个过程。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对越剧的了解越深，你们会更加的喜欢越剧。因为大家可能看的戏也是比较多所以说有一些戏迷朋友看的戏比我们专业的还要多，因为他什么团都看，什么戏都看。但是我觉得在看的当中，大家也要怎么说呢？不能去看热闹，还是要看这个戏为什么好看？这个演员同样演一个戏，同样演一个角色，他有什么长处？他有什么每个演员因为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嘛大家都要，我觉得希望大家都能成为真正的就是不要成为门外汉，看热闹，要去琢磨。这可能我要求高一点了我相信大家也是会慢慢的就是会喜欢上越剧其实越剧的粉丝也是最多的，也是最疯狂的。你看那个剧院里面演出的时候都有阿嬷
某某演员谢幕的时候，某某演员啊，我爱你，怎么怎么哈，这种场面很感染人的，也很确实那种也很激动的。作为演员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是最欣慰的，倒不是说喊几句我爱你啊，就是觉得大家喜欢这个戏，喜欢演员，比如说喜欢某个演员，你们认可他了，他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当然，作为演员本身来说，也要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能说听了几句好话，哎呀，我就真的觉得漂漂亮，真的自己觉得很好了，或者我是觉得我是喜欢，就是说演出的时候，别人给我提真诚的意见，我反而会听，大家夸奖我的我就听过就算了哈，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我要听，因为这个很难得。大家如果说能够真诚的给你当面提意见，这个是真的是为你好。因为义无止境，肯定有不到之处，所以大家以后如果给我来看我的戏的话，我希望大家多多给我提意见，真诚的，谢谢，谢谢。那么我就现在讲讲这个流派啊，因为粤剧吧有好多的流派。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座的肯定都知道流派哈，就是我们粤剧里面有10几大流派应该是，每一个流派呢都是一块金砖，它堆积在一起就是一个金字塔，就是散发出耀眼的一个光芒，百花齐放才能。就是春色满园，这也是我们粤剧的一大特点。你看小生5大流派，花旦也有那么多的流派，生卷里面有是尹派、徐派，还有陆派、范派、毕派、祝派、张派，旦角有袁派、傅派、王派、七派、吕派等等啊。这些流派呢，都是前辈艺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在不断的舞台实践当中，形成自己的一个风格。因为流派的区别，它一个是在唱腔，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唱法，有区别。那像我呢是陆派弟子，所以对陆派呢，我想那个着重的，我们展开讲一下。那么陆老师呢是原来他叫柯文启，不叫陆锦花，是跟母亲姓的，也是迫于生机走了这条路，因为父亲一直就是不希望他从事这条路，因为以前的唱戏啊是没有地位的，是被看不起的，应该说，那么也是迫于生计，那么陆老师今年的1月11号就是在美国去世了，享年也是91岁了，他80年代就出国了。我是2003年的时候拜陆老师为师，80年代出去，陆老师就很少回来。02年回来的时候，就是上海的纪乃贤老师的引荐，我还有邱巧芳那年拜了陆老师为师，但是非常遗憾，就是跟老师接触的机会少得可怜，应该这么说。所以我们都很羡慕其他流派的学生，因为老师就在身边，随时可以去看望老师，随时可以听从老师的指教指点。我们
几个陆派学生不多，这一方面就是有点遗憾的，因为老师毕竟这么远，年事也高，有时候是他的关系啊，给老师打个电话，可能他在休息，也就不便打扰，但是没关系，我想只要我们努力的去把老师的好的东西、老师的精华，老师的一些特点，演唱的一个特点，把它传承下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么老师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首先是他的德，陆老师是一个德艺双馨、被公认的一个前辈。他的感人事迹也非常的多，在这评奖也好，或者是剧目的排练上面也好，他总是会谦让，与世无争。这个老师的品德，他也跟我们许杰师哥，因为接触的比较多，许杰师哥也会跟我们说，有时候就说，哎呀，老师经常说的，哎呀，把自己的戏演好就行了，其他都，不要去争，不要去抢，他就是这样教育我们那个学生的。那么我呢，是因为珍珠塔这一则戏和陆派结的缘。珍珠塔是我们团里2000年排的，我是92年调到浙江剧团，然后2000年才有机会排了一曲珍珠塔。之前都是顶角色，因为之前白英生老师访谈的时候也有谈到，我是救火队员啦，等于说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包括黄埔少华、王玉玲啊，还有金凤与林业啊，这个现代戏啊，我都是顶角色的。所以2000年排了一出珍珠塔，当时排的时候呢，也只是作为一个吃饭戏。因为浙江剧团是男女合演团，那么如果说走市场的话，老百姓、观众可能相对还是比较喜欢女小生。那么珍珠塔又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剧目，主要当时还有我们何娟娟老师在，何娟娟老师的彩蛋是大家看过的人都知道，都是很棒的，因为是她，那么我们团里的领导就选择了这个珍珠塔，那么一演就演了18年。之前反正是每次演出，特别是送戏下乡演出，珍珠塔是打头炮的。那我呢也是一度成为就是下乡的主力军。这个戏基本上都是在下乡演出，走基层，剧场里演的很少。市立剧院演过几次，杭州剧院演过1次，印象在剧场里演出非常少，都是送戏下乡演出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表姐已经换了6任，姑爹换了4任，姑妈换了2任，反正所有的角色都换了。有戏迷朋友说，这个是铁打的方亲，流水的亲人。为什么这个戏那么的就是一直演？主要我觉得一个是陆派的魅力，还有一个这个戏它有正能量，它是一个励志的一个剧，带给大家许多的一些就是看完以后大家都觉得，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次一个朋友带着一个小孩，带着他儿子来看戏，看完以后他妈妈问他好不好看，他说好看，好看在哪里？他说我要像方清一样中状元。他妈妈听了很开心，说明小孩子也是多多少少他也是吸收了一些戏里面的一些精髓的东西。所以说前2天我们陆老师这个，我也回过去讲陆老师的特点，我觉得
除了他唱腔上面那个飘逸自如的这种润腔，他的唱腔不像徐派那么高亢激昂，也不像尹派那么缠绵委婉。但是我们陆老师的唱腔是非常的飘逸自如，就跟讲话一样，腔没有非常高，但它平淡中出奇，平稳中传情。还有我们陆老师的眼神是炯炯有神，他的眼神也是他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在演秦汉的时候，这种眼神，还有他的念白是非常的清晰，口齿是非常清晰。因为我们说粤剧里面说就是千金念白4两唱，可能戏迷朋友们在平时的时候可能会注重唱，这个念白可能会忽视，其实念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盘符里面它前面的那个大段的一个念白还有这个唱腔当中的一种加唱加白的一个念白，我觉得都是陆派的一大特色，就是你不用看幻灯就知道他在念什么。我觉得自己在念白方面这方面还可以，我觉得我自己口齿还是蛮清楚的，因为念白讲究唇齿舌喉哑，这个五音是为我们的演唱和念白服务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就要不我们先看一段那个珍珠台里面的视频，然后我再来简单的剖析一下这段唱腔我们要注意的一些那个，不知道在场的有没有人会看会唱，有会唱吗？会唱，要不要看视频？要不要看一下，稍微看一下，然后我再来讲一下。这样可能我觉得对大家的帮助会更加的直接一点，好不好？唱腔点评我们到后面有互动的一个，好吧？那么就小张帮我来这里放一下。我呢对电脑不是很精通，看得清吧大家？这是钱建部里面的一段经典的唱。看清了。
这段唱腔呢，也是珍珠塔琴键歌里面的重点唱腔。它的版式变化呢，也相对来说会比较跟其他的路派的唱段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变化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每个流派都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唱法，就是曲调也不一样。所以这段唱呢，哎呀，我说起来也会比较长。这段唱腔，你比如说是像我们说唱腔有几方面组成，就是音准、节奏、咬字、情感、韵味儿，还有修养，有这么多部分组成。也就是光说咬字，那个每个流派都会不一样。像徐派的咬字，它的就是哼口力度会比较足，比如说是天上掉下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侧着，它的力度会比较足。那么你说像那个范派，它是比较憨厚，比较音区比较宽，里面的口腔打得比较开。因为范老师以前练发声的时候，据说他是吃拳头的，他把拳头塞进去，为了把里面的口腔打开。大家不要误会，好像是嘴巴要张大，其实不是的，里面的口腔打开，外面的口型还要好看，因为花旦小生特别要注重形象美、口型美，因为口型一定要嘴角要上扬。所以范派它是特别讲究字头、字符、字尾，比如说弟兄儿在参门来，门前西墙正上北，这是一个范派的一个特点啊。那么我们的傅老师傅派呢，他的咬字呢是真的是咬出来的，比如说记得草脚两几杯，你看他的字都是真的是咬出来的，就每个流派都不一样。那么这个尹派呢，它是缠绵出来的，东望悄悄行雨，这是尹派的一个咬字的一个方式。那我们陆派呢，它就是非常的轻松，它是非常松弛、非常自如的唱段。比如说像这段前面是散板，我知道国若中有国若情，大大等待谁了又是马路声。大家有没有听出这个情感的一个处理？前面两句它是内心的一个独白，他是没想到姑母会这样对待他，所以大家在唱的时候，我以前听过好多戏迷朋友唱，他缺少了这一部分，他张口就来，我知道国若中有，那就是没有那种情感，他是含着唱的，是内心独白，所以要收。我知道，像讲话一样的，国若中有，国若情，全是收着唱的，但收不一定说字不送出来，音不出来，这是叫收。我们演唱叫做轻重缓急，收放都要注意嘛。马路声这三个字要放出来，体现他那种气氛的那种情感。然后后面两句就是紧拉慢唱，我们就说，就是你不要着急。早知人心不是知，悔不该被
来表情，君子受用不受伤。陆派还有一个特点，它是有鼻腔共鸣的。招之神到归到鼻腔里面去的啊，然后它还有真假声结合的也非常的好，就是非常科学。比如说，慈悲心之，这个就到鼻腔共鸣去了。然后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每个流派它的声音的位置都会不一样。范派胸腔共鸣比较足，然后我们陆派就是头腔共鸣、口腔共鸣用的比较多。所以说演唱的话，说容易，其实要唱好真的是不容易。戏迷朋友们呢，就是在唱的时候，我感觉啊，就最大的就是一个气息的一个问题。气息啦，大家也好多人都问我，他说。廖老师，这个气息怎么练？说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我下面下去啊。因为我们戏曲演员其实是最难的，他要你看形象、个子、嗓子、基本功，还有你的文化修养。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好演员的话啊，真的是缺一不可。练气息啊，也有好多种方式。那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简单的看一下。气息的练习啊，它就闻花，但一定要找到正确的练气息的方式。大家不要着急，今天练了，明天没效果，我就不练了，那是没用的。真的是这个是要，就是不是这个功夫不是一日之寒的。这是台上1分钟，台下要10年功。我们一开始练的时候都是练基本功，都是练气息。为什么说唱戏可以年轻？一个是开心，我自己的体会啊，最主要的一个是你唱戏必须要用气。你如果说整个身体的气息通畅了，就感觉整个细胞都在运动，那所以你把里面的五脏内肺啊、五脏六肺啊都是在运动了。所以说唱歌唱戏会年轻，因为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它是排在第1位的。歌唱对身体健康是第1位。你看我们这个老前辈都是高寿，都是90多岁以上。所以说气息是，如果说练得好，对身体真的很重要。包括前2天我看到有一个是宗教的啊，他说念经啊，念经他也要用气息，他这个气息用得好，不要过，也不能没有就断气了，过了又不好了，所以这个火候还是要掌握的比较好。那就是这种练气息的一个气息在丹田气这里啊，所以说那前面你们可以看一下啊。气息的运用很重要，唱歌唱戏都是用气息在唱，不是用嗓子在唱。等一下大家唱一下，我再跟大家具体的说啊。这个是我简单的讲讲，就是我们的陆派的一个唱法。等一下大家现场唱了，我在这个专门的给大家讲这方面。或者前2天我还跟有一个市民朋友在聊天，微信聊天嘛，然后他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
现在也有工作，一直喜欢越剧，看过什么戏，看过谁的什么戏，你们团里的什么戏，他比我还真的很清楚的多。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工作？他说已经工作了。我说怎么样？他说有点累。他说收入也不高，这样。我说那你大概收入多少钱啊？他说一年10万也不到。当时我就在想，我没说我多少工资啊，但是我在想，其实我觉得比我们好多了。当然今非昔比啊，不能比啊。其实像我们现在，因为前2年统计，财务让我们统计就是12万以上，年收入12万以上不是要报税的嘛？那么我一看，我没到12万，我说我不用报税了。你们相信吗？一般都不会相信。戏曲演员确实，我就说，是很清贫的，工资也不高。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工作1、2年能有10万不到的收入，我觉得是，慢慢来，不要着急。当然现在的物价也是比较高了啊。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当成事业吧。如果你喜欢了，你就是坚持走下去，选择了，就不要后悔。当然，如果说有更好的选择，当然是人往高处走嘛，是吧？那越剧演员、戏曲演员确实很清贫，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也不是说我说漏嘴了啊。微博上大家都知道，有好多京剧演员也会说起这个收入的事情。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尽管我们非常清贫啊，付出的跟得到的，因为我们戏曲演员在舞台上2个多小时，体力也好，压力也好，那演过的人都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还是那么的坚守？那么的，就是为这个越剧啊，就是去付出自己的一生吧。那说明这个越剧、戏曲有它的魅力所在。记得毛维涛老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越剧是宗教，舞台是佛门。我们都是信男信女，都是痴女。因为越剧有它的一个魅力，它的魅力也就在于，就是没有底，无止境。它不像这个我们这杯水倒满了就是满了。它这个艺术啊，真是永远不会说，哎呀，你已经是最好了。它永远有可以去努力去钻研的一个空间给你，所以永远会吸引你。比如我今天演了，我这样演，我明天那样演，会更好，或者是更怎么样，就永远会像魔力一样的一个吸引你。所以我前2天看到一篇文章，他是这么说，他说成大事业者、成大学问者，都要经过这个3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晏殊大诗人的一个，他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个境界。第2个境界是柳永大诗人的，就是为已消的人桥，不是衣带渐宽总不悔，为已消的人憔悴。第3个境界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我用这3个境界，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共勉吧。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的，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辈子去做，我觉得都是幸福的。一辈子能够做好这一件事情啊，也是真的不容易。可能一辈子有时候还不能够做好。这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啊，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了，就是无愧于心了。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分享给
大家。那么我讲了那么多，我想接下来是不是也听听大家的唱，然后在唱的时候，我再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我提问啊。那么大家互动一下，或者大家要求我唱什么，我也会满足大家的要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交流会，不要搞成老师上课的那种感觉，气氛活跃一点。本身我们就是这个是跟一般的上课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我觉得踊跃的来看看，大家举手，谁第一个上台来唱一下？来，没事的，好，欢迎，你来说，好，也可以，这个，今天很高兴参加那个廖老师那个戏迷也可以说是见面会吧，听他的讲座。因为陆老师呢，他主要是主攻陆派的，他的陆派是应该来说是真的是唱得很地道的。陆派小生是不多，因为陆老师也说的，因为那个陆老师因为不在中国的原因，因为很早去美国嘛，所以他的弟子也不多。但是廖琴老师应该说是。应该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弟子吧。那么我也知道陆老师的陆派是唱得很好的。今天我提一个小小的要求，陆老师是唱小生的，因为我以前听他唱过花旦，那我想听他是唱一首王派的那个《阵阵细雨》，好不好？因为我比较喜欢听他的这首，因为我以前听他过一次，能不能满足一个这个小小的要求？对。这位戏迷朋友老面孔了，是个资深戏迷了，他对我还是比较了解。我很早之前录过一个磁带，里面是好多流派，京派、副派，然后王派，还有吕派，都唱过。因为说到这里，我也简单说一下，因为之前说实话。我是喜欢唱花旦的，但是我们那一波招进去以后嘛，有个小生老师，就是我们临安粤剧团的当家小生徐云芳老师，他呢，特别有缘分，对我比较喜欢，我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灵气吧。那么他叫我去跟他学小生，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很瘦啦，我只有1尺7的腰，人很薄的啦，真的只能是唱花旦的啦。那么老师叫我唱小生，我也不能违抗，心里就是喜欢演花旦。小生跟花旦在舞台上，我眼睛肯定是盯着花旦，我不会盯着小生的啦。我就是喜欢演花旦，因为我自己内心还是那种小女人的那种那个。那么老师叫我学小生嘛，我只能跟着他学喽。但是偷偷的我会去听花旦，学花旦。然后突然有一次，一个独唱演员，他这个嗓子哑掉了，他唱不了了。那我说我来唱。那个时候我胆子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大，我说领导我来唱。然后一唱呢，领导说花旦唱得不错嘛。那么从那以后呢，我又中途又改了花旦，演了一个《唐伯虎点秋香》，在临安剧团的时候，还有一个是《寻安于县令》，后来拍成这个电视剧的。这2部里面，一部是唱吕派的，一个是唱王派的。那么吕派的经典唱段就是《一湾冷月朗》，在91年的第2届小百花汇演的时候，我就是参赛的就是7两2宫乐，那个时候得了一个优秀小百花奖。因为我觉得我模仿能力蛮强的，因为演员首先是要模仿，然后慢慢才会对作品有更深的了解，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这种经典的肯定是模仿为主，所以唱了花旦，还调到浙江豫剧团嘛，男女合演团，说来又话长了。一开始是女子队，有2个队的，也是演花旦，后来是合并了一个队嘛，那么我就演小生了。浙江豫剧团反正是电视剧拍的比较多，现代戏拍的比较多。
那么我这个女小生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寂寞的。我所说的这个寂寞，就是排演小生的戏的机会真的很少，因为它是男女合演团，它必须是要排这种适合男女合演团题材的一个剧目，不能改变环境，那只有改变我自己了。所以我就什么都演，除了老生没演过，我其他都演过。下面有你们看那个，我三叔婆都演过，哎，三叔婆，这个是跟老师的，看是秋瑾，这是，这是红色浪漫，这是这是燕声访谈，燕声老师，这个是跟赵志刚老师他们合作的《红色娘子军》前年的时候连长，这是电影粤剧电影跟凤花老师和林明老师拍的，我这个已经演了2次了，还有后面是《警世情缘》啊，这是我的娘有我的娘演那个阿金嫂，这个七生婆哦，那这个是我以前画的呢，祥林娘，还有梨子熟了，那三叔婆我都演过啊，三叔婆都演过，所以因为我没有的选择啊，你如果说想选择等着那等机会，那我想我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上舞台，所以因为我喜欢粤剧，因为我热爱舞台，好吧，那我就来演吧，不管怎么样，我总可以上舞台，所以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啥都演。那么说到这，我要那个刚才这位市民朋友，对的，我里面有一个专辑，但好多年不唱了，现在是专门唱小生了，对花旦的小腔啊是不大细腻的，我就唱2句好吗？《春香传》啊。王派的唱腔也非常的朴实，也是非常的自然。啊，谢谢范同学。那么我这个演艺生涯当中呢，我觉得一路走来啊，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我的经历呢，是应该说是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很辉煌，但是我走的比较踏实，比较平稳，我总是，这份热情，不管如何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这份热情，我想我是不会减退，因为中途90年代的时候，其实粤剧不是很景气的。我调到团里浙江粤剧团以后呢，就是那个时间段，团里以拍电视剧为主，演出还有这个排练比较少，所以那一段时间应该有个10年吧，我都在外面不务正业，就是在外面拍影视剧，不是粤剧电视剧，这个有这很长一段时间，当时其实也是有机会，就是像何赛飞啊，比如说陶慧敏他们，就是改行，也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性格的问题吧，我不愿意去尝试太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从小我学的就是粤剧，这个是流入我的血脉里面的，是根深蒂固的。
心深处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还是割舍不下粤剧。所以影视剧当然赚钱也多啊，那跟舞台上不好比的，对吧？但我觉得人生好像不能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不是我很高大啊，我觉得还是要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钱嘛也是重要的，但是吃得过用得过就可以了，这个没底的，是吧？所以后来还是回来演粤剧。那么最近几年我们粤剧团搞的是还是有声有色，因为进来一波年轻人啊，那么团部也搬了。以前我们的团部也在那个胜利剧院的4楼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34楼，那个排练厅没有人家富豪的那客厅大，而且很旧又很脏，真的很艰苦的，就是那种氛围，可能也没有让你很多的欲望去练唱啊，或者是练功。但是这个不是主要原因啊，还是氛围也有关系，自己还是也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团部非常好，在西红花广场嘛，那这个条件，排练厅的条件啊，办公的条件都非常好。现在我们粤剧团也不断的会推出新戏、新人。所以我为什么要说我感觉我自己还是蛮知足的，知足常乐。我觉得在男女合演团，我有2部戏，就是让我或者让观众就是喜欢或者是记得的。那一个我刚才说过的是珍珠塔啊，一个是传承的一个剧目，也是我跟陆派结缘的一个剧目。还有一个我就是不得不说的，就是《牡丹亭》。我不知道大家有现场看过的啦，举举手看。看过的不多啊，因为这个戏，杭州只演过2场。我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小生戏当中，我居然有3次机会演绎《牡丹亭》。第一次是2005年的时候，我们团里的李佩杰老师，他研究生毕业，就是他要排一个戏汇报嘛，他就选择了《牡丹亭》。那么当时柳梦梅的人选，团里男的小生、女的小生也不少，就是有一种竞聘的一种感觉。那么最后我为什么选择我呢？是周云娟老师，她那个时候是我们团长嘛，她就说，在1个月时间里面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她觉得比较放心，所以我很荣幸就是演了这个《牡丹亭》。第1版演了没几场。第1版因为时间关系吧，因为这个是太经典了，这个剧目，就没演几场就不演了。当然，李佩杰老师后来，身体原因他也没演，所以这个戏就不演了。第2次是09年的时候，我们昆剧团的就是陶天虎老师调到我们中央乐团来，他排了一则昆剧改编的折子戏。其中有一则是实话教化改编的，叫《醉话》，那里面是一个独角戏，那他让我来演柳梦梅。那个独角戏，当时有30分钟。那通过那个戏的排练，让我在这个本行当的基础之上有了提高。当时演出的时候在胜利剧院，大家还是蛮认可的。短短30分钟，掌声也有5、6次，都是发自内心的。当然对我是一种鼓励。那么这个戏，这次戏演的也不是很多，但是练的比较多。然后最近一次就是14年，因为我们陶天虎团长，他对牡丹亭特别熟悉，所以他在这个他说一定要把这个牡丹亭排成全剧。当时也给了压力，因为我们中央乐团的男女合演团嘛。为什么去排一个女子的戏？那么也是顶着压力，团长也顶着压力。但是通过实践呢，大家就觉得这个戏排了以后，对我们浙江粤剧团演古装戏的能力的提升是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所以04年排了这则《牡丹亭》，叫音乐诗话剧，大家都看过，舞台很美，很唯美，这个戏确实很难演，没什么情节，作为我们演员来说更加难，因为浙江豫剧团，因为每个团有每个团演出的一个风格，比如说像邵派是文武皆备的戏，你看像浙派它是创新啊，走唯美严谨的这条路的戏，那我们浙江豫剧团是以现代戏、近代戏、电视剧这个风格为主的戏，那这个《牡丹亭》是古装戏中的古装戏，所以真的是压力是非常非常大。把压力变成动力吧。有这么一次机会，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也非常珍惜，用实际行动吧。那么就是练，因为这个戏曲没有捷径，就是要不断的重复才会出彩嘛。有人统计过，一个事情可能要做上10000次，它才会有这个成绩，才会出这个效果。对的，《牡丹亭》无论是从唱腔，因为我不是唱的尹派，不是唱的陆派，是唱的尹派。后面有好多，包括常一林老师在上海来看我的演出的时候，他也说，为什么唱陆派？陆派很熟，不是啊，他说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因为柳梦梅身上确实有飘逸潇洒的东西，那陆派就是很飘逸自如的唱腔，但是我必须要尊重导演跟作曲的意图，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想法，特别的好，导演还有总体把关，他觉得这个柳梦梅用尹派的音乐形象来演绎，可能更加合适，比较缠绵委婉动听所以没有唱尹派，但是我也没有刻意的去说一定要把它唱像，因为我这个嗓子去唱尹派，确实有一定的距离，因为陆派的声音比较亮丽的，然后尹派的声音它是比较浑厚，比较缠绵的那种，需要那种很糯的那种，所以我就唱情感吧。然后我们这个尹派做的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演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我是没有一点优势，唱腔不是我擅长的陆派，身段是我的弱势，因为基本功没打实。我说实话的，我心不在焉，我在学花旦，没有好好学小生。当然我们那时候师资力量也确实也不是很强，身段也是欠缺的。表演上面呢可能有一点优势，因为舞台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然后我演了那么多的现代戏，拍了那么多的影视剧，这个对于刻画人物的自然真实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因为这个戏为什么难演？昆曲太经典了，昆曲的代名词。你看昆曲那个高度在那儿，无形之中都会有一个对比的。像汪诗雨老师就是演柳梦梅演出来了，对吧？还有上昆的岳美缇老师，还有苏昆的施小梅老师，包括我们陶切夫老师。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不断的看那个视频，看他们怎么去演，吸收他们好的一个地方。因为袁雪芬老师说过，粤剧有2个奶妈，一个是昆曲，一个是话剧。那么就设身处地的怀着对艺术的一种敬畏之心，从零开始，卸下一切包袱，从零开始就去脚踏实地的去演这个柳梦梅。回过头来想想那段时间练，因为我们练奥子，我们小生有奥子练功的时候，这个领子都是汗出的，都是硬的，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想想，这样的一种锻炼对自己来说真的很有帮助。起码我在小生的本行当中，在我的身段方面就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这
这里我要感谢我们团里，感谢我们团长，我感恩所有的遇见。这个戏呢，5月份会巡演，全国进高校，上海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下，因为已经定了嘛，上海、广东，武汉高校巡演《牡丹亭》，还有可能广东那边也会巡演这个戏，这个也是一次机会，因为我觉得我从艺那么多年，我好像都是下乡演出的多，这个进剧场演出比较少，因为我们浙江乐团确实在外围机会也都比较少。我说的都是实话，没关系的啊，不要紧，也没关系的，因为下乡演出的经历我是比较有感受的。暂时我说到这儿，这里有那个它是第一个问题是粤剧的发声如何结合鼻腔共鸣是吧？这是哪位那个？是网上直播的那个。网上的朋友们是吧？这个呢，其实他是说了2个问题，发声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觉得演唱要肯定要有声音嘛。本身的嗓子，为什么大家心里有时候会说，这个，哎呀，你平时的声音不好听呢，你怎么上台那么好听？上台的声音它是通过塑造过的，它是用气在唱的，所以发声很重要。发声包括气息，包括练声练嗓。演唱的第一个首要条件就是要把声音放出来。好多戏迷朋友都是很轻很哼，这个没用。首先要把声音要放出来，要传出去，然后我们再把它收也好，比如说把它用情也好，首先声音要发出来。这个发声是要练习的有了声音以后，你的声音能够掌控的自如了，你才会去运用一些，比如说鼻腔共鸣也好，胸腔共鸣也好，所以说鼻腔共鸣、胸腔共鸣都是寄托在这个我们这个发声的基础之上的，是进一步的是这样的一层关系。鼻腔共鸣，我刚才说了那个陆派的，就是打个比方。朝知神行不是知，这个就归到鼻腔共鸣。这个有时候还是要自己一种感悟的，就是你自己唱的舒服了，人家听起来也会舒服。你如果用嗓子唱的话，你也累，人家听起来也会累，嗓子会累。好多就说演员来说，像我们在台上一般来说，除了感冒以外嗓子会影响。一般来说，不会说是嗓子累，是人疲劳了，人疲劳了，中气就会影响。所以说还是用气息在唱。所以我觉得这位戏友就是发声我们要练习，鼻腔共鸣也是一样的，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谢谢你那么还有第2个问题好的，他让我唱300两，就是珍珠塔里面钱建姑，可能他比较喜欢这2句唱，这2句唱确实蛮好听的。好的，我满足你的要求，我唱2句，让我喝口水夜八两当路飞明，夜八两当转佳宁，夜八两我怎等营帐上情应该是这个300两吧，我在想。还有就是
以唱，是哪一段啊？满天风雪。哦，满天风雪，满天风雪，去年倒是录过2句，但是是即兴的录的，所以现在有台词又忘记掉了。我下次有机会唱好吗？谢谢啊。说起这个，那我大家还有没有这个想现场那个？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互动起来就比较好。如果你们不说不动，那么我来说，我觉得我说的太多，那我就跟大家再说说戏曲当中的3大特点。3大特点大家有知道吗？可以举举手吗？四功五法大家都知道的啊，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其实3大特点可能大家不是很知道，你知道吗？不是，就大家如果能唱的话，现场来唱一下，这种面对面的指导的机会是真的非常难得的。这个是牡丹亭的一些台前幕后的照片，希望以后有机会啊去。打断一下，我们这边有位观众，来，要麻烦廖老师给大家指导一下。好，你看我们的妆容这个啊，不要打。没事，10年前我还紧张。大家给他鼓励一下。唱几句，陈三娘。好。我与惭愧，同是天涯人路深，自满心儿几层，俺们与公子相对，患难相思怎自应。声音还是蛮好听的啊，韵味也很好。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就是咬字不是很清楚，口齿啊，咬字不够实，有点虚。还有就是气息上面还不是很足。你就是我说的，要么我们要唱就是要用情感来唱。要养成这个习惯，不能拿起话筒就随便唱啊，还是要情感来唱，用情感投入进去，养成这个习惯啊。所以说，你再唱一句，看你前面那个，我这样就是我与惭愧，你看惭愧，咬字要咬实。我与惭愧同。归音不对，整亏的亏字归音不对，我与惭愧，愧收掉。拖音拖得太长，你就后面那个字你就没有气息去吸了。你比如说我与惭愧的，你看你后面的气息就准备不充分了，应该我与惭愧。就这种收放的这种要用。再来一下，咬字咬实，情感用进去。我与惭愧同是天涯人路深。那你的问题就是，这个小腔啊，太黏厚了。大家听懂了吧？就是太黏厚了，你这个气息后一个字的气息的准备就不够足了。你们唱的时候可以先念着我与惭愧，一个字把它念清楚了。首先我与惭愧，同时什么？天涯人路深，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要把它送出去。就可以先念一下，把字先念对了，念准了，再去唱，啊，有助于这个一个问题。谢谢啊，还有吗？好，欢迎男主播来。
个秦汉的庙宇，我也想唱一下，让陆老师点评一下。好。廖老师，因为这段是陆派唯一比较少见的一段弦下，我比较喜欢的。好。天哪，漫天风雪涌南关，层层涛声拍嘴尾，自拜见泪我几声，书生不快下地归，自破了六亲八女来娘穷啊，几爱交配独生男，我王愧何时再现今天来？此泪永在特来山。没气了。太低了起来。这段唱腔还是蛮好听的，是。你的声音还是蛮有韵味的，天生还是蛮有韵味的。但是呢，现在就是陆派的那种特点还没有出来，因为我刚才说了，陆派是这个很清脆的、很自如的，现在唱的有点像尹派的那种味道在唱。漫天风雪，我不知道唱对不对。涌南关，他的声音是位置呢，就是听起来是很轻松的。现在就是咬字也是，还是位置的问题，咬字也是不够清晰，有点吃进去了。那我刚才说了，陆派的咬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都是非常有弹性的，很有弹性的这种感觉。我们再去听听，还有最主要的，还有最后一个，这个是一个通病啊。最后一句是什么样的？什么字啊？托兰山。最后一句。哦。托兰山三个字唱唱看。然后呢？来位置，山陆派的落腔很容易唱成尹派的，比如说拉哆咪嗦西来西拉嗦，它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干脆的唱，不要自己去加小腔，容易唱成什么呢？那就是尹派了，对吧？所以这个每个流派都有每个流派的一个特点，它的落腔就是这么简单，大家都要注意。以后唱陆派，你去听，不要自己随便加小腔，一加的话就不是这个味道了，好不好？我所以觉得你一个咬字要吐字要清晰嘴皮子啦，我们说的唇齿舌头牙啦，一定要用劲，但说容易，做起来是比较难的。所以说我说这个咬字很重要，每个流派的说咬字
气息、润腔。润腔你们学都快的，听了录音机啊，我相信你们学也学得很快，就是要学准确，不要自己乱加小腔，该怎么唱就怎么唱，这个很重要。不要想当然，大概是那样的，那不一样，就是区别就在这种细小的一些地方，好吧？加油哦！谢谢。这边还有个阿姨也要来一段。好。廖老师啊，我想唱一个那个素描题是前面4句加排啊。好。飞鸟归鸟乡家，永无弥漫珠山崖。引路人何辞可惜家，恰愿来把永生赐与人家。季变的重量，不只是园庭是庙宇，正好进去解说一笑，明日再走，乡亲晚哦。谢谢。不错。我觉得这个唱腔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声音也很通畅，这阿姨中气也满足的，而且呢，你特别好的就是这个念白比较好，口齿也很清楚，韵味也有了。就是前面我刚才说的，就是鼻腔共鸣跟假声，飞鸟归家，归家乡家，永无弥漫珠字要用假声了，永无弥漫珠山崖，引路人归鼻腔了，引路人何辞可惜。你看惜也是假声，声音就很通畅。惜家恰愿来把永生赐，生赐与人家。对了，这个是你朋友，你这个落腔很规矩，落得蛮好的。就是有可能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假声的位置，鼻腔共鸣再自然一点。你现在呢有点刻意的去鼻腔共鸣了，就不够自然。好，谢谢赖老师。谢谢。好，这2个方面再注意一点啊。这边还有个小姐姐。还有吗？这边还有个小姐姐，小姐姐，我们站到中间。好。我们露个下巴。好，是我们的青年戏迷朋友啊。好，欢迎大家欢迎鼓掌。廖老师，不好意思，喉咙有点哑，但是还想得到你的一些指点，就唱一下。好。心匆匆东迎百花送，那孤灯苦思夜里在当中。别过了门房快飞在，惊得妇泪老妇穷啊。谢谢。我觉得你的唱这个很轻松哎，一开始出来蛮好的，后面越唱越不自信，对吧？就赶紧把想唱完算了是吧？就匆匆的完成了，你就要像前面这几句这样唱。心匆匆，这段唱腔是大家都很知道是陆派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唱段嘛，对吧？虽然很熟悉，但是要唱好也不容易，因为它节奏比较快，所以在咬字方面更加要注意啊，气息方面也是。你看前面几句要体现他的一个心情，所以要唱的比较轻松，就是听起来就要轻松自如。心匆，你看他的7分音符啊，心匆匆。
你看作曲老师也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体现他的那种急迫的迫切的一种心情嘛。就是节奏的韵律和韵律的节奏，他是掌握的很好的。青葱葱蜂鸣，鸣也是假声了，其实蜂鸣百花松，那不得可是夜夜，这个路牌很多，夜夜一定要到位啊，夜夜色当中，这句要收，告诉观众，哎呀，很开心，我避过了看门人，避过了门房看小生，收得快，生，你看短处，生不要生啊生，短处只是为了后面的那一句的宽裕的去抒发情感，金的负累老无穷啊，这个四句是一小段嘛，所以这个后面的金穷啊要放出来，就前面要顿挫啊，多唱唱啊，我相信你能唱得好的，条件很好的，哎。我很喜欢你的路牌，让我也写个奏行吗？好，太好了，太好了。青葱葱蜂鸣百花松，那不得可知夜夜在当中。避过了门快收人，进得府来老无穷啊。不错，唱的挺好的，唱的蛮好，韵味很好，字也字正腔圆，挺好的。声音气息如果是再用好一点的话，会更好。因为你演唱的时候节奏稍微偏慢一点，如果唱的时候节奏再快一点点，哎，快了就难唱了，对吧？慢就稍微好唱一点点。总而言之，我觉得你乐感蛮好的，韵味也不错，啊，挺好。谢谢，继续努力，多唱戏对身体有好处的，大家多唱戏，因为说要说的，时间比较紧哦，因为我说过了，粤剧艺术确实是博大精深，1-2个小时真的很难讲完。本来还想给大家讲讲戏曲的3大特点，但现在还是时间关系吧，所以我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一起交流，好吧？那么，最后还有10分钟时间，我希望大家好来。聂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平常是在上班，然后是怎么样练习这个咬字或者是发声这种技巧？你们在哪里是怎么练习？问一下，因为我有时候唱的话，一唱的话，人家就说，哎，这个是用嗓子在唱的，不是用气息在唱。所以说，这个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对的，戏迷朋友好多都是因为气息的问题。有些人嗓子好，但是如果他会用气的话，唱得更好。用嗓子唱的话，你唱不了多少时间，嗓子就会疲劳。气息其实是丹田气啦，丹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肚脐眼上面，大家可以像比如说要准确的一个方法就是闻花，肩膀放松，肩膀不要，就是你感觉这个气是从这里出来的，屏一下，然后再呼出去。还有一个打哈欠，其实也找到这种感觉，打哈欠是肯定是丹田气里出来的，有没有这种感觉？那这个气息是对的，然后还有一种说的那个土一点的，就是狗喘气也是可以的，也是丹田气，也是丹田气，就是我们要找这个正确的方法去练。肩膀其他部位都要放松，
其实我们唱的时候，这里是很酸的，这里是酸，嗓子是不累的。所以你嗓子累，这里跟一点都不动的话，就是不对的。所以练气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方法。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觉得哪一个方法你是最能够体现或者最能够接受的？啊，就是要练这个，还有练长音也好的，比如说一个音，有多少气就练多少气，一口气练长音，慢慢上去，然后来咪发嗦拉西一直上去。我们以前都是先练气息，然后喊嗓子，大夏天、大冬天，老师都会4、5点钟就把我们拖起来了，被窝里拖起来了练嗓子。我说过了，嗓子一定要喊出来，一定要，比如说你在舞台上，你一定要让后排的观众都能听到你的唱，这是第一步啊。但是唱腔最优美的当然是抑扬顿挫嘛，收放自如嘛，有情感嘛。现在大家我说到这里，大家也说，不是说唱的越响就是越好的，唱情感，唱人物，这是最重要的。但是第一步是要把声音先放出来。这个声音放出来是要好听的，又是不累的声音，那就对了。先别着急，马上一段唱起我就去唱了，学会很容易。要唱好它，首先，走路一样的啦，就是跟小孩一样，你刚开始是爬，然后再是扶着走，然后再是走，然后再是跑，对吧？你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我一上来我就能唱得很好，这是不科学的，不现实的。那么为什么叫台上1分钟，台下要10年功？就是找我刚才说的几个方法，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好吧？你问问自己这个地方，会不会动的？啊，这是，好吧，这是一个气息的一个问题，气息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也不知道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啊。谢谢，谢谢。最后呢，我想以这几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一个讲座。这是我在微信上看到，我觉得这几句话写的蛮好的。唱戏不能让你大富大贵，但可以让你活得精彩。唱戏不能让你天天燕窝鱼翅，燕窝鱼翅天天也不好吃，是吧？没意思啊。但可以远离疾病。唱戏不能没有烦恼，但可以让你快乐。唱好戏不仅要有兴趣，更要有坚持。人家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让我们多一些这样的傻子和疯子，营造一个气场，为戏曲续命。所以让我们携起手来，继续前进，让粤剧这朵美丽的山花开得更加灿烂，更加辉煌。